亲啊，继续来看桃园有一家伙仔到平湖来佚佗，住5星级的饭店，爸爸带着9岁后生到游泳池来耍水。讲这个小男童为浅水区跨过警戒线到深水区，怎啊来渡水？大约经过3分钟，才互救生员救起来，但是已经失去着呼吸心跳。家长是真悲伤，请地检署验尸体，确定是渡水死亡。也毋过其中是毋是有人为的疏失，爱搁调查。 直升机豆豆的降落，救护人员先赶紧将人送病院，因为这个9岁的查甫囡仔不幸渡水，状况将危急。经过急诊的抢救，恢复喘气，随后送送去高雄的中间病院，也毋过经过一暝，也是救无活。 查甫囡仔是对亲人的员工旅游，一口罩4个人到平湖佚佗。7岁暗时，因老爸陪伊到58公分悬的浅水区耍水。查甫囡仔敢若无细力超过警戒线，进入到138公分悬的深水区，不幸渡水。3分钟后，救生员发现，遂将伊救上岸做 CPR， 也毋过查甫囡仔也是无喘气。是蛮遗憾发生这种事情啊。那只是说小朋友的话，就是无论如何都还是要家长跟随在旁边陪伴啊。就算饭店有救生员，大人应该有疏失吧。5星级的饭店明明有配救生员，也毋过是安怎会发生着渡水的意外？ 这间饭店游泳池是以无边际出名，官方网站冇告示。虽然讲耍水无年会限制，也毋过家长必须爱就伫边啊。目前专案已经委请高雄9仔头的地检署协助验尸，其中敢有人为的疏失，阁需要继续调查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